来祈祷，为着囡仔日安尼领受来祈祷，为着无输囡仔日所要讲的，会当放伫咱心肝内话，咱甲做伙来祈祷。阿们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这圣爱好你，我强强来交在你面头前。主耶稣，我要强强来领受主的话语，因给你相信这时间在阮当中，特别祝福着阮的牧师随所讲的，充满着主你的快乐、甲能力，伊对主来的假是按阮主牧师的主来。煞接啊嘛要为着教会的长执、区长、佮有小组长，以及各团契干部来祈祷。愿主祝福因的服侍，嘛祝福因的家庭，按做伙来祈祷。主所我们来将阮的长执、区长、小组长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主所叫你祝福你关当中，我们上天的智慧来带领着每一个会友来做愈亲近，将所你的祝福伫因的身躯，祝福伫因的家庭，阮伫服侍当中，因的家庭美满，然后神然后开来，再来，俺搁要为着囡仔日，伫逐所在为着主来服侍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祝福因的摆上，祝福因所做的工，按做伙来祈祷。是的，感谢你，阮将每一个服侍当中就是恭敬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主所恳求你祝福伫当中，属下属天的归来，甲每一个方主们所说你要教的，所服侍当中的动作，我来服侍愈有开朗，我来服侍叫做盼望在请教主的面头前，你着主的感恩甲喜爱，我来服侍会当引出更较侪人来明白。啊嘛为着囡仔日的影响，甲所有设备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所有的过程拢会当顺遂，按做伙来祈祷。主所感谢你，主所感谢你，主所我将今仔日影响器材会当敬拜你的荣耀主的名，主所你的同在，你祝福在当中，每一个平安顺利，充满着主的影响，每一今仔日敬拜，是充满着荣光、荣耀、稳定的主所感谢，感谢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增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。心。
团继续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阿门。伫你分别为圣的日子内底，你予着你的囝，就是阮来到你的面头前。你知影，阮来到你遮，是因为你伫遮。阮来到遮，是为着要甲你见面，嘛是要来听你的话语。求你按阮的心显现，嘛求你拍开阮的灵，互阮会当听起你的话语。因为主你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因为你是上帝，你嘛捌借着你的话语创造万物，嘛捌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阮每一个人的生命，造就阮每一个生命，丰富阮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愿你使用这个时间，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分分秒秒拢会当分别为圣。愿你嘛将阮每一人的心分别为圣。互阮每一人伫这分别为圣的时刻内底，会当用虔诚敬畏的心来用心听你的话语，来接受你的引带教指教。多谢你，主啊嘛，愿你接着你的话来改变阮，改变阮的所有。阮安尼不配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无，即时邀请大家做伙起立，来做伙吟诗学了上帝，因伊活地。上帝行，伊名是耶稣，伊受死冤，赦免伊的，对是个我。家。
你将我命在，说命将我了吗？一个搁一摆宣告，因为伊我。因我，我的面对你也知，你一个我无惊吓，我较实在。你将我命在，我命充满了爱，因为的我命充满，我命充满了爱，因为的我。阿免。咱做伙来吟新圣诗104首，耶稣真正是个